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胡楓紅館演唱會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關嘉敏自爆被前輩拍檔臨場加親熱吻戲，同埋姚焯菲回應吸金6位數傳聞，同埋力撐愛回家風少陳俊廷。第一單猛料，講到娛樂圈入面嘅長青樹，大家一定會即刻諗起今年已經94歲，外號叫修哥嘅胡楓。係啱啱過去嘅6月7號，修哥喺紅磡體育館舉行咗一場非常震撼嘅修哥95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呢個演唱會真係不得了，現場直情係星光熠熠，直逼大型頒獎禮或者台慶嘅陣容。今次修哥仲要寫下歷史新一頁，因為佢喺現場獲頒發咗一張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嘅獎狀，正式成為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語藝人，真係非常之厲害。全場觀眾同娛樂圈嘅好友都為佢感到驕傲。成個演唱會一開就開咗大約5個鐘頭，由下晝嘅3點半一路唱到去夜晚嘅8點15分先至完結。修哥足足唱咗45首經典金曲，體力同精神都好到令人讚嘆。講到當晚到場支持修哥嘅嘉賓陣容，簡直可以用誇張2個字嚟形容。除咗有大批藝人做嘉賓助陣之外，連修哥非常有名嘅契仔張學友同埋張家輝都有親自嚟到現場支持契爺。張家輝仲要喺現場惹起全場爆笑，最令大家驚喜嘅係，連天王劉德華都有現身到場，可見修哥喺行內嘅人緣同面子真係大到冇人能及。其他前嚟助陣或者捧場嘅巨星同埋歌手藝人，仲包括有楊千嬅、大四喜組合，即係一眾成員包括 Big Four、草蜢、羅嘉良、陳奕迅、陳松伶、周柏豪、陳百祥、莫文蔚、黃日華、狄波拉、汪明荃、Joe Junior、陳欣健、黃渤、劉洋、張雨晨同埋查子貝等等，數都數唔晒。修哥一邊跳一邊唱，為大家帶嚟咗45首金曲，當中包括第一首經典名曲《莫妮卡》，跟住落嚟就有情花開、相識也是緣分、往事只能回味。每一個晚上千支針刺喺心，同埋兩忘煙水裏。跟住落嚟，修哥同嘉賓一齊演繹咗鬆伶、烏托邦、英文經典歌《我比我能說的更愛你》、攙扶、友誼之光、Do Re Mi 同埋經典嘅 Only You。修哥雖然94歲，但唱英文組曲依然中氣十足，一連唱出 Move It 同埋 The Young Ones。之後嘅歌單仲有前程感受，由組合 Big Four 合唱嘅同名歌曲《願你待我真的好》、少女的祈禱、勇敢的中國人、萬水千山總是情、我找到自己找不着借口、雙星情歌、新禪院鐘聲、難兄難弟、天地有情、鳳閣恩仇未了情、百花亭之戀同埋問我。除咗呢啲之外，修哥仲將世界會變得很美、Debra 同埋一念幽夢呢幾首歌串連埋一齊唱。到咗演唱會嘅後半段，修哥繼續唱出大眾耳熟能詳嘅作品，包括有你的眼神、明星、念親恩、世上只有、隨想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呼吸有害、舊歡如夢、Shall We Talk、分分鐘需要你。去到尾聲，修哥更帶嚟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同埋忘情水嘅精彩串燒，再奉上不老的傳說同埋還是覺得你最好。最後全場大合唱朋友同埋 Chaser， 場面真係非常感人。連曾志偉都喺現場話已經預約定修哥100歲個唱，到時要再嚟做嘉賓，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再一齊見證呢個傳奇。第二單猛料就要聚焦喺無線電視新一代性感女神關嘉敏身上。最近佢接受訪問嘅時候，竟然向大家揭露咗一段喺影視圈入面工作所受過嘅極大委屈，引起咗好大嘅關注。關嘉敏爆料話，自己以前喺拍攝一場接吻戲嘅時候，雙方完全冇事前溝通，亦都完全冇達成任何共識嘅情況之下，同佢拍檔嘅一位行內資歷好深嘅前輩男演員，竟然喺現場開機拍攝嗰陣，擅自加插咗一啲親密嘅接吻同肢體動作。關嘉敏坦言，雖然對方當時未至於做出好似法式濕吻咁過分同越軌嘅舉動，但呢啲突如其來，完全冇尊重過對手嘅額外肢體接觸，
已經嚴重超出咗佢作為演員嘅個人底線，令到佢當場覺得非常之崩潰同委屈。佢回憶起當時嘅情景，話對方突然之間自己加戲，完全冇同佢商量過。面對呢位大前輩嘅突襲式行為，關嘉敏話自己當時成個腦都一片空白，成個人覺得好彷徨無助。但係佢無奈咁感嘆，喺當時嘅拍戲環境，加上自己資歷淺，根本係完全拒絕唔到，冇辦法開口講唔好。為咗唔影響成個劇組嘅拍攝進度，亦都唔想被指唔專業，佢唯有選擇強忍住內心嘅極度不適與恐懼，夾硬逼自己配合對方，一直死撐到導演嗌停為止。關嘉敏當時將呢份委屈同驚恐死壓喺心底，直到收工返到屋企，先至敢同自己最信任嘅好朋友傾訴苦況。身邊嘅朋友聽完之後都好同情佢，同時又鬧佢蠢，問佢點解唔當場或者事後即刻向導演投訴反映。不過關嘉敏就話，雖然當時為保專業頂硬上，但呢件事對佢造成咗好嚴重嘅心理陰影。喺嗰套劇餘下長達2個幾月嘅拍攝期入面，佢每日出門口返工之前都要花好大嘅力氣去做心理建設，內心對住嗰位前輩男星覺得無比抗拒同驚恐。幸好喺呢件事傳出風聲之後，該名資深前輩之後都冇再獲安排拍攝親熱戲。當傳媒追問呢位唔識得尊重女星嘅前輩究竟係邊個嘅時候，關嘉敏就保持非常審慎嘅態度，堅持唔肯透露任何線索。不過佢就特別點名讚賞咗另一位曾經同佢合作過大膽親熱戲嘅男星丁子朗。關嘉敏話佢哋之前喺劇集《美麗戰場》入面飾演奸夫淫婦，有一場戲佢要淨係着住內衣同丁子朗喺床上纏綿。拍攝過程非常之大膽，但係丁子朗表現得極具紳士風度，而且非常之尊重拍檔。喺開拍前會同佢做足溝通，令佢感到非常安心同信任，可以盡情發揮。關嘉敏由2020年參加全民造星3入行，一路走嚟經歷唔少。最近因為喺福祿壽訓練學院節目入面扮演譚輝智，一扮成名。其後更模仿梅艷芳跳唱淑女，專業精神大獲網民讚賞。第3單猛料，我哋嚟關心下被封為國民初戀嘅姚焯菲。日前，姚焯菲出席咗無線電視公益金嘅慈善活動，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佢大方回應咗早前盛傳佢舊年狂吸金達6位數字嘅傳聞。之前有報道指出，姚焯菲嘅吸金能力極強，淨係舊年演出舞台劇就已經為公司穩賺咗高達6位數字嘅收入。姚焯菲聽到呢個傳聞之後，就立刻笑住澄清，話自己對金錢同數字一向都冇乜概念。平時賺到嘅所有酬勞，佢一律都係交晒俾公司同埋屋企人去處理，自己私底下從來冇計過。所以實際上自己舊年幫公司賺咗幾多錢，或者自己袋咗幾多，佢自己真係完全唔知情。當被問到公司係咪對佢特別寵愛有加，甚至有啲偏心嘅時候，姚焯菲就非常得體咁話，佢覺得公司一直以嚟都對佢非常好，俾咗好多機會佢，但係咪真係好似大家口中講到咁誇張呢？佢就覺得呢樣嘢真係見仁見智。另外，佢亦被問到好姊妹詹天文即將舉行個人演唱會，自己會唔會去捧場？姚焯菲就面露遺憾咁話，因為當日自己一早已經安排咗慈善演出嘅工作撞晒期，但係佢已經同詹天文承諾咗，當日一收工就會用最快嘅速度趕過去演唱會現場支持好姊妹，展現出兩人深厚嘅感情。此外，最近無線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嘅劇組屢次傳出是非風波，搞到滿城風雨。當中喺劇中飾演風少嘅男星陳舜廷，更無端端被捲入咗一宗所謂嘅打毒針是非，被指喺背後搞小動作加害他人。曾經短暫客串過《愛回家》嘅姚焯菲喺訪問中聽到呢個關於風少嘅是非傳聞時，當場流露出一個極度愕然同驚訝嘅表情。佢直言自己之前完全冇聽過呢件事，並且不假思索咁即刻開腔為陳舜廷大力護航。姚焯菲力撐風少，表示喺佢心目中陳舜廷不嬲對大家都非常之好，非常之和善，對身邊嘅工作人員同藝人都非常照顧。佢回憶翻自己當時加入劇組客串嘅情況，話雖然自己同陳舜廷嘅對手戲唔算多，大約只係合作過一場戲，但係編劇安排佢當時作為一個剛剛入行同埋剛剛進入呢個劇組嘅新人，
好多拍攝細節同節奏都拿捏得唔好。陳俊廷非但冇嫌棄，反而非常積極同主動咁教導佢，話俾佢知好多演戲嘅技巧，仲好有耐性咁同佢一齊反覆夾戲。所以以佢自己親身認識同接觸過嘅陳俊廷，對方絕對係一個非常樂於助人、心腸好好而且非常善良嘅人。姚焯菲坦言，馮少無端端被捲入呢啲唔實嘅是非傳聞，佢自己都覺得非常之奇怪同埋意想不到。佢用自己嘅經歷力證，陳俊廷絕對唔係一個會喺背後搞事搞非或者害人嘅壞人。佢對陳俊廷100%信任。多謝收睇 Girls Mood，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